到咧係2025-2026中期業績發布係領展㗎。咁今日呢一個會議呢，就係現場網上直播，咁所以我亦都係熱烈歡迎喺線上參與嘅各位。咁我好開心呢，就係開始今日呢一個發布啦。咁我會呢係簡單咁樣先講幾句。咁講到呢，就係中期業績呢個期間呢，雖然係有一系列嘅宏觀經濟同埋市場嘅挑戰啦，領展呢係繼續交付呢係強硬嘅業績嘅，喺2025-26嘅頭半年。咁我哋見到咧係有3.4%咧呢一個物業收入淨額嘅下跌嘅，相比去年同期。呢個主要係由於香港同埋中國內地嘅市場嘅挑戰啦。我哋嘅可分派嘅金額同埋每單位嘅分派咧就係下跌5.6%同埋5.9%嘅。咁呢個咧就係相對呢係舊年嘅頭半年。咁我哋邀請管理層咧去講細節之前呢，我想首先呢就係簡介下呢全球嘅趨勢呢係點樣塑造我哋嘅業務，同埋我哋點樣執行我哋嘅策略。咁資本市場呢就係繼續咧，由於對於 AI 嘅樂觀性嘅大升啦，咁所以咧利率亦都係向下嘅趨勢，全球業務嘅環境呢係維持非常之複雜，戰爭啦、地緣政治嘅緊張情況啦、改變嘅貿易動態呢係繼續創造不明確。最近美國政策嘅改變呢，就係帶嚟基本性嘅結構性改變，關於投資者係點樣睇世界，咁呢個亦都係會繼續呢，就係喺未來幾個月同埋幾年呢係繼續會成型㗎。咁我哋開始咧就係見到一啲咧係鼓舞嘅穩定化嘅跡象啦，喺我哋業務嘅環境方面，好多我哋嘅租戶咧仍然係受到咧係長期嘅挑戰嘅影響，尤其是喺香港。咁所以咧就係好大機會係需要時間，然後先可以見得到咧消費者嘅情緒嘅轉變咧係轉化成領展更高嘅租金收入。咁我哋預期到面前呢啲挑戰啦，喺今年頭咧我哋就推出好多嘅推動營運效率嘅一啲措施，咁亦都喺減少成本方面呢係做到重大嘅進展。喺年化嘅基礎上呢，我哋就係邁向呢係能夠做到超過2億港元嘅節省啦。喺我哋持續嘅人力同埋係一般性同埋行政成本。咁呢啲努力咧，連同我哋持續嘅資產提升啦、資產改善啦，亦都全部係我哋嘅投入啦，嚟到希望改善未來單位持有人嘅回報。關於策略咧，領展主要而家嘅優勢就係仍然係擁有同埋管理香港、大灣區同埋亞太區其他地點，譬如話澳洲同埋新加坡嘅商場。我哋繼續咧係會聚焦喺呢個優勢嘅。當我哋一路演變同埋微調我哋嘅策略，連同我哋主動積極嘅管理同埋優化我哋領展嘅組合，我哋亦都係擴大我哋嘅房地產投資嘅能力。咁呢個就包括一啲新嘅資本合作關係，同埋咧係推進一啲投資嘅機會㗎。咁結果咧，我哋而家管理咧就係接近10億美元嘅第三方嘅資金。咁集團呢一部分嘅業務咧，會繼續聚焦喺增值嘅策略同埋更高嘅回報啦，提供多元化，就係唔會淨係單一依賴一個市場或者單一嘅板塊，希望提升基金持有人或者係單位持有人嘅價值。我哋最近宣布咗，就係我哋集團嘅行政總裁黃國龍先生。佢咧就係計劃退休，咁呢個咧會喺今年年底前生效。咁喺邀請佢去講中期業績前呢，我想向佢咧係表達謝意啦，代表我哋董事會同埋我自己，多謝佢重大嘅貢獻同埋領導力。喺佢在任期間呢，領展係成長咗，亦都係轉型，係令到單位持有人獲益啦，仲有租戶、僱員同埋係更加廣闊嘅社會都可以獲益嘅。咁而家我哋喺台上嘅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嘅中期嘅領導團隊，咁好期待咧係歡迎咧就係 John Saunders 係我哋集團嘅首席投資總裁咯。咁咧就係我哋好興奮繼續同咧係黃國祥同埋 John Saunders 一齊合作，連同咧就係新成立嘅主席委員會就會支持同埋提供策略性嘅指引㗎。我哋而家咧就係全面咁樣係希望搜尋一位新嘅行政總裁，我哋要揾一個咧係已經證實咗喺房地產嘅投資者有國際性嘅經驗，可以帶領公司策略嘅下一個階段。由於呢一個位置咧係好高層啦，咁所以呢一個嘅尋找嘅階段咧係需要一啲時間，亦都係估計咧佢亦都需要一個長嘅通知期。所以我哋就決定咧係而家有一個嘅比較強勁嘅中期嘅管理解決方案。多謝。而家我請阿 George 咧就係繼續我哋呢個發布㗎。多謝。
我哋嘅業務咧就係繼續咧就係進行啦，咁亦都感覺到咧唔同嘅宏觀同埋係本地嘅市場層面嘅挑戰嘅影響。咁我好開心咧，就係我哋達至咗一個係有韌力嘅中期業績係2025-26嘅頭半年。咁我想咧係表達我誠懇嘅感謝，係感謝我所有嘅同事嘅勤勞同埋努力，令到呢個成績咧係得以做得到。我哋邁向咧就係領展 IPO 嘅20週年啦。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啱嘅時刻咧，我哋大家一齊去有自豪咁樣去反思。咁我哋一齊咧就係交付咗好強勁嘅財務回報，亦都對於我哋嘅社區呢係做到正面嘅影響㗎。雖然我哋咧係喺途中面對咗好多挑戰，我哋喺過去20年所達至嘅成就呢，係俾我哋所有嘅原因係可以對於領展嘅能力係有信心，領展係可以成功咁樣呢係駕馭面前嘅道路㗎。咁講返業績啦，香港同埋中國內地零售嗰個續租租金調整係負數啦，就影響我哋總體嘅表現㗎。物業收入嘅淨額咧係跌咗，按年同比3.4%，咁 DPU 都係跌㗎。咁雖然呢係有艱難嘅環境啦，我哋仍然係堅持要交付俾我哋嘅單位持有人強嘅回報。我哋推出咗好多係提升效率嘅工作措施，希望可以減少成本同埋保持返我哋嘅利潤率。資產負債表方面呢，我哋嘅資金嘅狀況仍然係強勁，咁係得到信貸市場係擇優嘅呢一個嘅支持啦，同埋我哋係呢個藍籌嘅聲譽啊。咁淨負債率咧係喺22.5%嘅，而我哋嘅借貸成本呢係下跌到3.2%。咁我哋亦都係保持咗喺標普啦、穆迪啦同埋係惠普嘅 A 級嘅評級㗎。咁呢一個咁強嘅基礎咧，就係讓我哋可以呢係繼續追求係非有機嘅增長啊，同埋咧就係組合嘅多樣化。我哋喺澳洲同埋新加坡嘅擴充咧，係展示咗呢一個策略。我哋兩個市場嘅零售資產咧都達至差唔多係全面租出，同埋強勁雙位數字嘅續租租金調整。咁 KS 同 John 呢係會提供更多細節俾大家嘅。多謝 George。各位下午好。咁雖然持續嘅宏觀經濟嘅阻力，我哋咧就係採取策略性嘅決定啦，就係保持高嘅出租率，就係犧牲少少呢一個租金收入。我哋持續聚焦喺成本嘅重組，係會牽涉咧係一啲一次性嘅費用。咁我哋亦都估計咧營運嘅環境喺下半年呢係喺穩定落嚟之前呢輕微會惡化㗎。我哋相信我哋嘅必需品嘅零售同埋停車場資產呢係會保持佢嘅強韌㗎。我哋國際性業務咧係一個亮點，正如 George 講啦，我哋嘅零售資產喺新加坡同埋澳洲咧係達至接近全面租出，同埋咧就係喺期間呢續租租金調整係正嘅雙位數。喺融資方面呢，我哋係受益於係 HIBOR 臨時嘅下跌啦，同埋我哋嘅借貸成本跌到去3.2%㗎。我哋咧係審慎咁樣管理我哋嘅利率嘅敞口，咁亦都係預期咧係會有長期嘅利率嘅放寬或者寬鬆。咁以下幾張投影咧，我會分享更多嘅詳細資料。領展組合嘅估值咧係喺2230億港元，咁呢個咧係喺2025年9月底嘅數字，咁咧就係相比6個月前呢係輕微跌咗1.3%嘅。香港同埋中國內地咧仍然係有我哋組合嘅大部分，大概係88%。國際性方面，大部分係澳洲同埋新加坡啦，就係餘下嘅份額啦。資本法律咧就係維持相對穩定啦，對比6個月之前。如果做一個係按地域嘅細分呢，咁持續嘅呢一個喺香港同埋中國內地出租嘅表現嘅弱勢呢，係導致到估值嘅下跌㗎。國際組合方面呢，估值咧係維持穩定㗎，以本地貨幣計算。咁但係呢，港元嘅輕微貶值呢，就係俾到我哋一個輕微嘅上升啦。喺我哋總體報告嘅呢一個估值方面，最後資金管理。我哋好強嘅財政狀況呢，係得到健康嘅資產負債表支撐嘅。咁呢個呢，喺呢度顯示嘅幾個主要指標都反映咗。喺9月30號嘅時候呢，淨負債率係維持喺健康水平，而平均借貸成本呢係跌到3.2%。
呢個係由於喺頭半年呢係 HIBOR 係臨時嘅下跌，臨時性短期嘅下跌。咁我哋嘅定息嘅負債比率咧就係維持喺一個謹慎穩呢一個謹慎嘅50%至70%，係65.8%。咁反映咗我哋持續咧係小心咁管理利率嘅敞口，同埋咧係對於未來利率嘅走勢咧係增加個不明確。咁財政嘅穩定咧就係進一步加強，通過我哋有競爭力嘅係信貸息差同埋有效嘅外匯風險管理。過去6個月，我哋成功咁樣係再融資超過100億港元嘅債務，喺非常之有競爭力嘅利率，達至一個比較低嘅整體嘅息差嘅對比之前一年。總負債咧就輕微增加，從535億港元去到550港元，主要係由於咧貨幣轉化嗰個嘅影響。我哋嗰個到期嗰個狀況咧就係健康嘅，平均年期咧係2.9年，亦都係錯開嘅一個時間表啦，係延伸喺未來13年。咁我哋有強嘅 A 級嘅評級啦，喺3間嘅評級公司，亦都係令到我哋有利好嘅呢一個融資嘅條款，係支持我哋未來嘅融資需要嘅。我哋仍然係低過我哋嘅契約嘅門檻嘅，提供好多嘅空間俾我哋做收購同埋策略性嘅機會。咁我將時間交俾 John 呢，講下組合嘅亮點。多謝 KS， 歡迎大家。而家咧我就同大家介紹咧領展嘅組合嘅亮點，就係由咧香港零售板塊嘅表現開始講。咁雖然咧市場係有挑戰啦，出租率咧係維持喺穩實嘅97.6%，雖然收入咧就係下跌，按年同比大概3.1%，續租租金調整咧就係負6.4%嘅。咁但係好開心咧，就係租戶嘅銷售展示咗改善啦，收窄咗嗰個下跌，去到-2.1%。咁我咧就係按唔同嘅類別嚟到細分啦。超市同埋係食品嘅板塊咧係回歸呢個正數嘅增長係0.5%。咁呢個係自從2023年之後第一次嘅增加，亦都係跑贏香港嘅整體市場嘅喺頭半年。餐飲咧就喺頭半年咧係維持咧係平勢嘅走平㗎，呢個主要係配合翻，亦都係跟翻整體香港市場嘅趨勢。整體領展租戶嘅銷售下跌咧，就係由於整體嘅零售板塊拖低，呢個係包括一小部分嘅呢一個高價值嘅產品。咁整體嘅出租成本咧就係維持喺健康嘅13%。咁如果合埋一齊睇咧，呢啲指標就顯示雖然係有挑戰，仍然繼續，但係咧我哋嘅強韌性咧喺我哋嘅組合裏邊係好清楚見到。咁雖然係咁，香港嘅零售業務咧係繼續面對近期嘅壓力嘅，就由於咧係加劇嘅電商嘅競爭。咁呢個係影響到一啲咧係必需品嘅銷售㗎。咁我哋面對呢啲挑戰呢，我哋係繼續咧係主動係調整我哋嘅租戶組合，嚟到咧就係面對演變中嘅市場趨勢。咁我喺下一個投影咧係會展示多啲嘅細節。咁由於我哋咧係有非常之有能力嘅租賃嘅團隊，咁我哋咧已經係做到有匯報期間呢，有345份新嘅租約，租賃嘅活動咧就係由新出現嘅趨勢係塑造啦，包括一啲嘅特殊嘅餐飲啦、學習同埋興趣課啦，同埋遊戲同埋家庭娛樂。我哋亦都利用咧中國內地品牌越嚟越大嘅需求，進一步咧就係多元化我哋嘅租戶組合，即係除咗一啲特種嘅餐飲，亦都係包括新嘅喺時裝啦、服務同埋娛樂嘅營運者。咁租戶嘅流傳呢，就係保持健康喺大概80%。咁呢個亦都係睇到我哋對於呢係同租戶互動同埋長期嘅合作關係嘅聚焦。停車場同埋相關業務嘅收入呢，整體係穩定㗎。每月嘅收入呢，就係疲軟咗啲啦，由於係減少咗賣出嗰個票數。咁但係呢，我哋嗰個嘅收費向上嘅調整咧，就係幫助抵消咗一啲影響。我哋推出智能泊車系統嚟到優化我哋嘅營運，同埋引入動態嘅定價同埋多元化服務。我哋利用實時嘅分析，咁就可以咧將呢個收費咧就係配合翻需求嘅模式，幫助最大化使用，同埋帶嚟更大嘅靈活性，同埋俾我哋個顧客嘅價值。另外咧就係因為電動車越嚟越受歡迎同埋普遍啦，所以有越嚟越大需求，係希望有停車位咧係有呢個充電嘅設施，咁呢個亦都係會提供額外嘅支撐俾我哋嘅業務表現。喺我哋嘅防守性嘅策略嘅一部分呢，我哋繼續我哋嘅資產提升嘅項目，咁呢就總共係有23億港元喺個管線，喺
匯報期間呢，我哋係投資5900萬港元喺鯉魚門，同埋2100萬港元喺 TKO Sports。呢啲努力反映我哋嘅願景，就係希望我哋嘅資產係為未來準備好，同埋希望交付到呢個投資回報係14.5%同埋29.1%嘅。咁隨住呢啲主要嘅升級呢，我哋亦都做一啲比較細啲嘅改善啦，包括咧就係重置我哋嘅空間嚟更好咁滿足租戶嘅需要，同埋優化呢個佈局嘅生產力。而家我哋將焦點轉向中國內地嘅零售組合啦。喺呢個財年頭半年呢，市場嘅阻力係繼續係對於中國內地我哋嘅組合咧係施加壓力㗎。咁雖然有呢啲挑戰啦，零售組合咧係繼續展示強嘅出租率嘅95.9%。咁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持續艱難嘅環境當中，續租租金調整呢係疲軟㗎，因為呢就係喺北京銷售嗰個嘅情緒呢就係低迷。如果不包括中關村領展廣場同埋領展企業廣場嘅零售部分呢，續租租金調整呢係正數2.5%，呢個係鼓舞㗎。我哋繼續優化資產嘅質素嚟到推動可持續增長。咁所以呢，重大嘅 AEI 呢係成功咁樣喺天河同埋通州呢係完成咗。咁合共呢一個嘅資本開支係超過4.4億人民幣㗎。咁兩個項目呢都達至非常之卓越嘅雙位數字嘅投資回報率。雖然喺而家咁大挑戰嘅市況，咁我會講多啲關於天河嘅資產提升項目嘅喺下一頁。我哋亦都完成咗幾個細規模嘅項目啦，喺領展中心城、荔灣、七寶同埋中關村，平均嘅投資回報率咧係9%㗎。咁我哋合埋呢一個策略性租戶重組嘅努力咧，我哋吸引咗更多創新同埋具有競爭力嘅品牌。而家我講多啲例子，關於咧係天河領展廣場，就可以顯示咗我哋嗰個資產提升嘅能力啦。喺地庫呢，我哋就策略性咁樣係縮細咗一個主要租戶嘅超市，咁就引入咗一個叫食家空間嘅概念，就係我哋自己嘅美食廣場嘅概念啦。我哋就係應用喺釋放咗出嚟嘅空間。我哋亦都係用一個呢，將一個係使用率比較低嘅地方咧，將佢變成一個可租賃嘅空間，進一步最大化呢一個物業嘅價值。咁呢個亦都唔係淨係天河嗰度咁獨特去做，我哋係實施咗一個類似嘅概念喺中國內地組合嘅其他啲挑選嘅資產，包括中心城啦、荔灣領展廣場同埋通州領展廣場。咁亦都咧，而家我哋咧就係講到國際性嘅零售組合啦。喺新加坡咧係接近全面嘅出租啦，同埋雙位數字嘅續租租金調整，展示咗強嘅租賃需求嚟自租戶。咁呢個呢，亦都係顯示咗我哋商場非常之主導同埋策略性嘅位置。咁我要多謝 SG60呢一個推廣同埋推出政府嘅購物券。咁我哋見到呢，對於租戶銷售係有強勁嘅支持。雖然係咁，零售嘅情緒呢仍然係謹慎。我哋開始睇到呢，係早期跡象呢，係某一啲地方呢一個非必需品嘅嘅消費方面嘅放慢啦。喺澳洲咧，出租喺我哋嘅零售中心嚟講咧，維持係穩健，係98.1%。續租租金調整咧係達至一個非常好嘅16.3%，租戶銷售上升15.3%。咁往前睇咧，我哋對於零售板塊咧仍然係樂觀嘅。呢個要多謝咧就係呢一個家庭收入嘅上升啦，利率減少咗啦，減低咗啦，同埋改善嘅消費者情緒嘅。而家講下一啲關於我哋策略嘅最新資料。我哋繼續咧係積極咁管理同埋優化現有嘅領展組合，同時亦都係擴大領展房地產投資管理嘅能力㗎。喺頭半年呢，我哋係聚焦喺主動積極嘅管理啦、營運效率啦、同埋優化啦、簡化啦。咁呢個係幫我哋減少呢個營運成本，同埋保存我哋嘅利潤率。咁呢個會係持續嘅工作。我亦都好開心報告呢，我哋最近完成咗呢，就係我哋綜合措施管理。IFM 合約嗰個優化，咁呢個亦都係會帶嚟重大嘅節省。我哋亦都係積極咁樣探索新嘅投資機會啦，尤其是喺新加坡同埋澳洲。咁我哋咧係繼續咧係尋求方法嚟到係退出同埋咧係循環資產嘅，每當係適合嘅時候。喺投資管理方面呢，領展
房地產伙伴係做到咧非常穩實嘅進展，咁就係同第三方嘅資金伙伴咧就係合作，咁去我哋亦都係聽到咧新嘅投資者嗰度咧收到佢哋一啲早期嘅承諾同埋投入㗎啦。咁而家將時間交翻俾 George 係總結。好啊，多謝 John。喺問答前呢，我想咧就係衷心咁樣多謝咧我喺過去16年所收到嘅信任同埋支持嘅。我特別咧就係感激我哋好多嘅持份者啦，我哋嘅同事啦，我哋嘅伙伴啦。咁當然咧，我亦都係要特別感激今日在場嘅好多位，我哋嘅單位持有人啦，通過你哋啦，仲有係傳媒嗰個嘅報導啦，咁亦都了解咗好多關於領展㗎啦，多謝你哋持續嘅支持啦。咁我非常之開心呢，就係擔任集團嘅行政總裁，亦都咧喺呢一個咁出色嘅香港成功故事裏邊咧扮演咗一個角色。過去嘅咁多年咧，領展呢就係成長啦，亦都係經歷過好多市場嘅周期，克服咗好多嘅危機，譬如話係金融危機啦、社會嘅事件啦，同埋係全球嘅疫情，咁全部都要多謝我哋團隊嘅堅持。咁我哋無論喺財務上或者係對於社會嘅影響力達至嘅成績都好啦，都係有一個簡單嘅願景咧係指引嘅，就係要成為一個世界級嘅房地產投資者同埋管理人。咁希望咧係服務同埋改善喺我哋身邊嘅人嘅生活。咁我咧就係想咧係祝我哋領展同埋所有嘅同事咧就係一切順利啦。咁我哋一齊咧建立咗一個強勁同埋咧係有韌性嘅平台，咁係能夠準備好咧係克服面前嘅挑戰。再一次多謝，我好期待睇下呢一間呢真係咁卓越嘅機構點樣會繼續咧喺我嘅退休之後咧係演變㗎。多謝，好多謝咁多位嘅簡介。而家我哋進入咧就係問答嘅環節啦。咁請大家如果係有問題嘅話咧，請舉手。咁咧就等一等先嚇，等我講埋先。你哋問問題之前呢，請講出你哋嘅姓名同埋你代表嘅傳媒機構。咁你亦都可以咧係喺線上提交問題。因為時間限制，請大家每次咧就係唔好問多過2個問題。咁我哋會先接受咗解答咗關於財務業績嘅問題。咁如果時間許可咧，就會答其他嘅問題。喺你想問問題之時，舉手示意我哋見到㗎啦。同埋我哋會都講俾我哋聽你嘅名同埋代表嘅傳媒機構嘅名稱，亦都可以透過網上面去提問。由於時間關係，我哋希望各位每次發問唔好超過2個問題。我亦都會優先回應同業績相關嘅問題。其他嘅問題，如果喺時間容許之下呢，我哋會容後處理嘅。請大家合作。係中間係啦，呢位。Hello，I'm Wilson Chan of 明報。明報嘅 Wilson Chan，我有幾個問題想問嘅。咁正如大家見到啦，就係將會有一啲挑戰啦，喺香港同埋喺中國嘅零售市場。咁我哋亦都睇到呢，就係可能會有一啲嘅下行嘅壓力。即係話喺嗰個嘅續租租金調整嗰方面，咁你點樣去應付呢？同埋你認為咁樣嘅趨勢呢，會唔會又會繼續上升咁樣呢？再一次上升呢？咁我哋見得到呢，喺香港嘅零售嘅物業，即係領展嘅物業，主要呢都係喺公共屋邨。咁嗰啲嘅公共屋邨呢，係會進入一個重建嘅周期，咁你會唔會覺得呢方面呢係會有一啲嘅下跌嘅風險呢？即係無論喺收入或者喺利潤嗰方面，咁你認唔認為領展呢係需要呢係要定一啲策略同埋一啲措施嚟到呢係減低呢啲風險呢？好啊，多謝，好多謝。我諗個問題呢就係圍繞住呢係續租租金調整嗰個負數啦，同埋會維持幾耐嘅。咁其實呢係好困難嘅，因為而家我哋身處嘅環境呢，就係嗰啲嘅租用者嚟講呢，佢嗰個成本係增加緊，銷售呢就下跌緊。咁呢一個續租租金調整嗰個負數呢係6.4%啦，喺呢個期間。咁我諗一般性嗰個零售環境
講緊中餐廳嚟講咧係維持困難㗎嚇，即係酒樓嗰方面。咁我哋估計呢啲挑戰呢，喺下半年係會繼續。咁而我會講呢，就係話已經有一啲嘅早期復甦嘅跡象。咁如果正面啲講呢，即係而家我哋喺個市場度經歷嘅嘢呢，其實呢個環境呢，就係有正面嘅活動啦，有個基礎同埋個基本因素啦，但係需要長嘅時間呢先至可以逆轉嘅，因為呢係有一個天然嘅好自然嘅墮後，因為大家都知我哋大部分嘅租約都係3年啦。咁當市場嗰個嘅租金水平係低過歷史上嘅歷史水平嘅話，即係雖然呢係即係租客係有增加嘅需求，係要續約，但係佢哋亦都係會即係用一個比較低嘅租金嘅水平，因為咧就係嗰啲單位嘅表現咧係需要追上真正嘅市場嘅水平。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關於係重建嗰啲公屋公共屋邨 John 係兩樣嘢㗎嗱，即係香港嗰個街道嘅環境咧係持續不斷咁演變啦。咁亦都有一啲討論呢，就係隨住時間會點樣演變。咁我諗就係佢會隨住時間一路演變啦。咁正如你見到領展喺過去20年歷史裏邊一路做嘅嘢，商場呢就係一個嘅生活呼吸嘅嘢嚟㗎。所以我哋係不斷咁樣改變嗰個組合，不斷改變我哋嗰個提供，係即係關於我哋嗰個嘅租戶基礎啦，同埋嗰啲係喺我哋嘅商場購物嘅人，對我哋嚟講一個演變嘅環境呢，就正係一個自然結構嘅一部分嚟嘅啫。咁你見到過去咁多年有好多改變啦。咁我哋呢就係譬如話有越嚟越多出現呢個健身室啦。以前呢幾年前係從來冇喺我哋嘅組合出現㗎。咁呢個亦都係呢整體組合嘅演變嘅一部分啦。我相信呢個呢，絕對係一樣嘢係我哋好歡迎嘅，亦都會係繼續呢係主動積極咁樣將我哋嘅組合呢繼續向前去發展。好。你好啊，Now TV 嘅有2條想問廣東話嘅問題。首先第一個都係續租租金嗰度咧，見到其實係跌咗6.4%啦。管理層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點解有一個咁大嘅跌幅咧？同埋即係都係啱啱咁樣，即係其實呢一個跌幅會 last 到幾耐？係咪集團到目前為止其實係一個比較大或者係最大嘅一個續租租金嘅跌幅呢？另外就係想問翻因為見到澳洲同埋新加坡嘅物業表現其實都唔錯啦，即係喺香港同內地一個投資嘅環境都係面臨挑戰嘅時候，集團未來會唔會即係都有一啲消息講話會收購澳洲嘅物業？咁之後會唔會都可能考慮減少香港嗰個投資，轉翻去到海外收購咁樣呢？唔該。Yeah, thank you. Look, on the negative reversion. 多謝嗱，講到咧呢個續租租金呢個負數方面呢，冇錯。咁呢一個數字呢係輕微高過6%。咁你可以見到我哋嗰個小心咁樣去應用或者係執行我哋嘅成本控制啦。咁實際嗰個嘅營運表現喺嗰個嘅利潤個層面呢係比嗰個係再低一啲。咁正如主席都講，我哋差唔多係3年嘅一個嘅續租租金嘅週期。正如主席頭先都用正面嘅角度講咗，而家我哋見到一啲嘅數據點係嚟自香港嘅零售銷售，咁呢就係已經係正數㗎啦。咁但係呢，因為有一個嘅墮後喺嗰個續租金調整方面，所以係需要一啲時間呢，就係讓呢一個嘅好消息呢係慢慢浮現喺我哋嗰個續租租金調整同埋喺我哋嘅利潤嗰方面浮現出嚟，咁係可以管理到㗎，亦都係管理得好好添，尤其是呢係講緊我哋嘅租用率嗰方面。咁如果講到澳洲同埋新加坡呢，你講得啱㗎，就係呢嗰度嘅表現好強勁啦，續租租金調整非常強勁，咁物業呢全部呢都係表現得好好。咁我諗呢，我哋之前都講咗啦，我哋會繼續呢係去策略性咁樣尋求機會啦，喺嗰啲市場，尤其是喺零售嘅空間。咁呢個好清楚呢，就係我哋機構嘅所謂超能力啦，你可以咁叫啦。咁我哋會繼續呢，就係評估嗰啲機會，即係當佢哋出現嘅時候。咁希望答到咗你嘅問題啦，多謝。有一個問題呢，就喺線上嘅，
就係咧有線電視嘅，就係你點樣睇香港嘅零售市場，同埋咧續租租金調整幾時會轉正咧咁。係咁啊！呢一個咁難嘅問題，我交俾阿 John Saunders 啦，等陣請佢答啦。咁啊，我諗咧呢一個咧，亦都係某程度重複咗嚇頭先都有答到嘅一啲問題啦。咁講到咧就係特別呢個要求話預測幾時呢個續租租金調整係會復甦咧咁樣。嗱，我哋唔知道㗎。我哋知道嘅咧就係總體嗰個嘅租用嘅需求嚟自租戶咧係復甦緊，而當佢復甦嘅時候呢，我哋係見得到呢真正嘅市場租金嘅水平，好多時候係比歷史上仲更加低啊！3年前即係當簽租約嘅時候，相比嗰陣時，咁所以呢，我諗最緊要嘅一點，我會講嘅呢，即係喺交俾 John 之前，我想講呢，就係市場嘅基本因素呢，經過好長嘅困難嘅好多業務嘅好困難嘅狀況，尤其是零售商嚟講呢，已經開始見到有復甦嘅跡象。咁但係呢個係需要時間去表現反映出嚟。咁領展嘅業務嘅基本因素咧好強勁嘅，咁所以我哋公司嘅骨幹呢，仍然係強而有力，亦都係吸引嘅對於租戶嚟講。只不過係需要一啲時間，讓呢一個復甦咧係能夠係表現出嚟。我會補充呢，就係正面嘅消息嚟講呢，零售銷售嘅數據呢，睇起上嚟呢，就係從一啲嘅即係分隔嘅或者一啲嘅偶發嘅增長數據點呢，就係變成慢慢係一個趨勢，咁呢個係好鼓舞嘅。我亦都會同意主席所講啦，就係話續租租金呢個恢復需要時間嘅，因為我哋講緊係3年嘅租賃週期，當市場租金係開始上升，都仍然有一個嘅墮後嘅效應嘅喺整體我哋組合嗰個續租租金調整。但係雖然係咁呢，我亦都係想講呢，所有整體嘅零售銷售呢，都係個增長係正面。咁但係喺香港零售銷售嚟講呢，亦都係有好多嘅問題係由於呢一個嘅珠寶啦，同埋奢侈品啦，尤其是係黃金啊，高嘅黃金價咁好鼓舞啦。喺銷售方面，亦都係部分係由於 iPhone 嘅銷售最新個型號嘅銷售開始啦咁樣。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好受到呢一啲嘅指數影響，但我會話超市啦，或者係餐飲嗰方面啦，係顯示呢，就係佢哋應該係有見底㗎啦，就開始呢某啲情況嚟講呢，開始展示一啲增長㗎啦。另外，我哋嘅業務呢，亦都係比較個性質係比較防守性，所以呢，就係喺下跌嘅時候呢，係比較防守性，只不過呢，係需要一啲嘅時候，希望我哋嗰個續租租金調整可以轉正，即係係後於嗰個市場嘅租金嗰個轉正。咁但係呢，我好開心見到而家我哋嘅組合嗰個定位啦，同埋我哋嘅組合啦，絕對嘅關鍵呢，就係要利用嗰個嘅營運同埋租賃嘅卓越嚟到確保我哋嗰個組合呢係好嘅滿嘅，咁啊可以呢，每當出現增長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好好咁樣利用呢個增長。好啊，台下有冇問題呢？係，仲有個 follow questions 喺中間嗰度。係，我有一啲跟進問題嘅再一次多謝嗱，因為呢喺你嘅報告嘅時候呢，你就講到呢就會有一啲嘅早期嘅承諾或者投入啦，係關於呢基金管理嗰個分佈。咁所以我想問呢嗰啲早期嘅承諾係嚟自邊度呢？嗰個金額係幾多呢？咁我哋會唔會睇得到呢？就係有一啲新嘅嘢出現呢，喺下半年係會即係可以呢，係真係成型嘅呢，可以出現呢。咁同時我都想睇下講下呢海外嘅業務，因為呢喺澳洲甚至喺新加坡，你都有好好嘅表現。咁所以我諗呢，究竟會唔會有機會呢？即係除咗你已有嘅組合係你可以接觸到嘅呢？好多謝嗱。我亦都會請阿 John 等一陣講啦。咁但係呢，
我先講一個高層次嘅一個概述先啦。嗱，你問咗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嗰個嘅領展房地產嗰個伙伴合作關係嚟講，呢個係進展得好嘅。咁呢個係我哋公司嘅策略嘅重要一部分，就係希望將我哋有嘅回報嘅類別多樣化，同埋我哋唔同嘅市場嘅類別係多樣化。正如我一開始都講咗，咁有一個焦點就係放喺增值嘅策略啦，比較高嘅回報係要唔同嘅，同埋可以改善我哋嘅盈利嘅質素㗎。隨住我哋嗰個市場呢一個資產負債表。我要重申呢，我哋嘅焦點呢維持喺資產負債表。呢個呢，到目前為止呢係我哋嘅業務最大嘅一部分，就係商場啦、香港、大灣區嘅零售啦，同埋係澳洲、新加坡。John 係，我諗呢主席呢都講得非常之好啦。我哋呢就係一間香港嘅公司咁樣成長啦。咁我哋仍然好自豪，我哋仍然係一間香港嘅公司。咁進入第三方嘅嗰啲嘅多元化同埋喺海外嘅多元化呢係極端成功，但係我哋永遠都唔會忘記我哋嘅根嚇。我自己亦都已經喺呢一度超過35年啦。咁講到呢係私募資本嘅方面啦，咁嗱呢個叫做私募資本就係有個原因，所以我亦都唔可以講一啲嘅名啦嚇，俾啲名大家。咁我哋講緊嘅呢，就係非常之係受認可嘅受認同嘅一啲機構嘅名字。咁相信呢個亦都係好穩實嘅概念嘅證明。呢啲都係知名嘅機構呢，就係選擇咗我哋作為佢哋嘅託管同埋呢就係合作嘅資本。之後嘅6個月嚟講呢，咁我哋可以講呢，就係當我哋增長嗰個業務繼續增長嗰個業務嘅時候呢，我哋會努力呢，係希望定期咁樣俾最新嘅資料大家，關於嗰個增長，即係 AUM 嘅增長。咁但係我會話我哋非常之滿意到目前為止嗰個狀況。講到海外呢，海外嘅擴展呢，你講得啱㗎。嗰啲我哋嘅海外嘅資產表現得極端好，譬如話澳洲呢啲國家呢，就係享受非常之大嘅人口結構嘅優勢啦。咁呢個呢，亦都係好可以直接幫助我哋嘅零售組合同埋零售業務。我哋繼續呢，就係睇呢啲唔同嘅機會啦。當佢哋出現嘅時候，咁我哋相信呢係良好咁樣使用我哋嘅資產負債表嘅資金，正如主席講啦，資產負債表呢就係個關鍵同埋個核心㗎。好多謝。最後2個提問啦 ，Tony。問題嘅星島日報。第一條問題想問下啦，即係北上消費對即係香港嘅零售業嘅影響，可唔可以講下就係而家嗰個係咪一個結構性嘅趨勢咧？會唔會因為見到可能暫時未知道即係香港續中租金點樣，即係何時係會即係幾時好返之後嘅時候，其實見到呢啲情況會唔會係有需要減持一啲香港嘅資產，可以即係令到撥出更加多嘅資金去其他市場度，可能會令到嗰個成個物業組合度更加表現好少少咁樣咧？第二條問題想問下嗰個 LREP， 頭先都提到如果冇聽錯，應該有10億美金嘅一個資產管理規模。想問下呢一個嘅私募基金咧，其實會唔會產生一個回報，可以即係令到即係未來嘅基金單位持有人係可以得到比較高啲嘅即係股息嘅回報咁樣咧？唔該。多謝嗱，John 呢就好幸運啦，我呢一陣間就交俾佢答㗎。嗱，其實呢個係好好嘅問題，不過呢就亦都係差唔多嘅一個問題。冇錯，某程度呢係結構上嘅改變。你第一個問題，咁我哋見到呢就係貿易啦、零售啦，或者係購物者呢，就係北上去深圳啦，尤其是咁，我諗呢。已經有一個早期嘅跡象，見到係開始見頂啦。咁講到呢，就係組合嘅重新平衡啦。喺可見嘅未來呢，我哋主要呢都係集中喺香港同埋大灣區。咁我哋係好合理去假設呢，呢個仍然繼續係我哋組合嘅最大嘅部分。但係呢，我哋亦都係講緊要改善我哋嘅盈利嘅質素，同埋要多元化。正如 John 都講咗，我哋一個超能力去管理我哋嗰個嘅商場。我哋可以接觸一啲市場呢係鄰近香港同埋大灣區，譬如話新加坡、澳洲咁樣。我哋可以最大化我哋嘅技能，就
就係有非常之好嘅知名嘅本地伙伴。咁呢個係好明顯嘅範疇，係讓我哋可以支持我哋嘅收入同埋我哋嘅淨利潤㗎。咁我諗呢，已經答咗你嘅問題啦。咁講到最後嗰個我要講嘅層面呢，就係講緊呢個 Link Real Estate Partners 即係 LREP。咁我哋呢就係集中我哋嘅資產負債表，但係亦都有個機會係即係當LREP 係增長，係同其他嘅長期志同道合嘅投資者一齊合作得好。咁呢個呢係我哋嘅資產負債表呢，係容許我哋去投資咁。否則我哋根本唔可以投資嘅。如果我哋係而家離開香港、退出香港嘅時候，咁我諗呢下一點喺香港呢，就係我哋一定要最大化股東嘅回報。咁所以我哋要同伙伴一齊呢，係做一啲新嘅投資，就讓我哋未來呢係更加靈活同埋敏捷嘅。好多謝。咁講到呢，就係啲人北上嗰點咁。正如主席講啦，某程度嚟講係結構性，但係有好多部分呢都係已經喺零售銷售嘅數字裏邊呢係睇到，咁亦都開始見得到呢香港零售銷售嘅數字呢再一次係增長啦。咁所以呢係會有嘅，我哋應該要歡迎。我哋作為呢係大灣區嘅一部分，咁但係同時，我哋亦都係要調整，同埋繼續咧係調整，係面對呢一個嘅購物者嗰個需要同埋係偏好嘅改變，我哋要繼續調整。咁但係好清楚見到而家已經有正數嘅銷售、零售銷售嘅數字啦。咁所以呢個亦都會係顯示咗呢有比較合理嘅數字呢，亦都係已經反映咗。講到第三方嘅資本，你個問題就係話會唔會令到領展嘅單位持有人係獲益？咁個答案肯定呢，就係絕對會㗎。咁我哋嘅 LREP 呢，就係100%係由領展持有啦823持有，亦都係我哋嘅一部分。即係當佢係賺取盈利嘅時候，呢個亦都會係返去單位持有人嗰度。咁我哋有一個非常大嘅資產負債表，我哋有一個細但係增長中嘅第三方資本嘅業務，咁係需要一啲時間，你先至開始會睇得到呢係更加大嘅佔比。咁但係喺嗰個第三方業務裏邊，無論有咩效益都好，一定都會係留返去823嘅單位持有人嗰度。咁呢個就係我哋整體嘅使命啦，或者願景啦。都係中文問題，或者CEO 都可以答下講返，因為香港嗰個市場其實都係仍然有一個挑戰喺度啦。咁即係都睇返之後嗰個策略會唔會可能喺物業嘅組合上面都要趁而家呢一個續租租金下跌嘅話，可能都有一啲嘅調整，或者係領展本身都係一啲好民生嘅商場啦，會唔會可能喺而家物業嘅調整有啲連鎖店都淘汰嘅時候，係需要去引入一啲其他可能係非必需品啊，或者係另一啲類別嘅物業組合去平衡翻呢？唔該，想用翻中文答唔該。Thank you. I'll answer first in English. 我首先用英文答咗先，然後請阿 George 咧就再用中文回答啊嚇。嗱，咁我諗呢就係而家係有限嘅數據，同埋好難呢係去講或者過度承諾究竟呢而家個趨勢會點樣。但係毫無疑問呢，有一啲層面呢係喺我哋嘅零售商同埋我哋嘅租戶喺商場上面呢係一啲重要嘅層面，就係有跡象睇到銷售而家已經係見底回升，人流亦都係見底回升。咁呢個亦都係需要呢係即係讓我哋嘅續租租金調整呢係慢慢去出現。咁正如之前我都講咗啦，亦都有答其他問題嘅時候講，係喺房地產板塊係有一個自然嘅時間嘅滯後。咁基本因素呢係穩定緊，亦都改善緊，但係需要時間呢係讓呢啲嘢呢係反映喺租金同埋出租率嗰個增長。我哋亦都係非常之堅定喺香港同埋大灣區市場。雖然我哋呢係想多元化，某程度希望喺新加坡同埋澳洲市場呢嚟到去分散咁樣。John， 唔好意思 ，George 至啱係。頭先主席所講啦，即係香港嘅零售市道的確係有一啲結構性嘅
改變嘅。咁呢個結構性嘅改變包括我哋融入大灣區同北上消費呢啲大家都睇得到嘅一啲都要一段時間去平衡嘅。咁相信喺呢個結構性改變穩定之後咧，咁我哋個租金，尤其是我哋啲租客嘅銷售啊咁樣穩定咗之後咧，咁我哋相信都會睇得到有一個機會俾我哋喺個租金嗰度咧回復翻一個正常穩健嘅增長。咁呢個需要時間。至於我哋個投資組合，當然我哋都有不停咁樣留意有冇機會可以將我哋嘅投資組合嘅一個質素提升。咁但係亦需要等香港嘅資本市場有一個穩定落嚟嘅時間。咁有新嘅投資者對於香港嘅物業有興趣去投資。咁所以相信喺我哋未來數年嗰個物業組合嗰個改變咧，大部分嘅相信會係喺外國買新嘅投資嘅項目多過喺香港退出嗰個。我哋始終香港都係我哋嘅主要嘅市場，咁所以都會繼續係我哋一個花好多時間去管理同投資嘅一個地方。咁至於關於連鎖店方面嘅改變呢啲咁多年來都係一樣㗎啦。用唔同嘅渠道時間去揾新嘅租客。咁有一啲租客喺國內或者其他地方引領佢哋嚟。咁呢個都係喺領展有咁大個物業組合，係方便我哋做呢一樣嘢。咁呢個都相信未來嘅管理團隊都會繼續做嘅。好，多謝各位 ，Thank you very much。多謝各位。咁我哋今日嘅新聞發佈會到此為止，多謝大家參加，多謝。